快必講耶穌2026年4月19日周日講章，講題係面對真理時，人何時扎心，並且問我們應當怎樣行。各位朋友，主內平安，復活節第3個主日啦。上年2025年夏天，有位中童呢去咗朝聖，之後寄咗一張 postcard 俾我，上面呢有幅畫係以馬忤斯嘅故事。我好 like， 做咗書籤。以馬忤斯嘅故事只有被路加福音記低咗。路加福音24章13至35節，我哋好快咁重溫一次。有兩個人呢跟從耶穌嘅，我哋就叫佢做門徒啦。嗰11個叫做使徒。呢兩個門徒呢，之前喺耶路撒冷見證到呢耶穌所做嘅一切。但係祭司長，即係而家嗰啲律政司、政務司、財政司三位一體嗰啲呢，係政府嘅高官。祭司長呢，合法咁將呢耶穌釘死喺十字架上。呢兩個人見到呢一切，心灰意冷啦，打算呢翻去以馬忤斯呢個地方躺平過埋一生啦。因為佢哋覺得一切都已經完啦，人都死咗，唔係一切都完咗啦咩？由治及興啦，唔係一切都完咗啦咩？到底邊個係死人？係被釘死喺十字架上嗰個，抑或係喺路上呢兩個人呢？呢個時候耶穌顯現，同佢哋同行，同佢哋傾偈。佢哋呢心已經死咗，睇唔清呢個人係耶穌，又或者復活主個樣呢唔同咗，又可能呢生咗鬍鬚，個個差唔多樣，認唔出都唔出奇嘅。佢哋同呢一個陌生人傾偈，講呢幾日喺耶路撒冷發生嘅一切，冷冷清清、尋尋覓覓、淒淒慘慘戚戚。佢哋亦都提到嗰幾個婦女，話俾大家知主呢已經復活。陌生嘅同行者同呢兩個信心呢因為傷心而遲鈍嘅人講解舊約聖經嘅說話。佢哋兩個一定知道舊約聖經，但係呢就冇用到耶穌嘅生死復活去講解舊約聖經，好似一啲人經歷咗一生咁，冇用到一條鑰匙或者呢線索去串起晒解讀過去嘅一切，自己嘅前半生一樣。黃耀明邊行邊唱，呢三個人呢就邊行邊講，好快呢就到咗佢哋兩個嘅住處啦。耶穌似乎呢就要往前行，但係呢兩個人呢好好客啊，強留耶穌呢食餐飯。聖經用強留。開飯嘅時候，耶穌呢反客為主，由佢呢嚟捉借餅，擘開遞俾佢哋兩個。呢一個就係最後晚餐嘅動作。呢兩個人呢亦都有參與過最後晚餐。似乎最後晚餐唔單止有12個門徒，又或者呢兩個人見證過5餅2魚嘅神蹟，知道耶穌係點樣拎起餅嚟捉借嘅，捉借了就擘開分給人。戲劇性咁，佢哋嘅眼睛明亮咗，認出咗呢一個係復活嘅主。但正正又喺此時，耶穌就消失咗啦。佢哋點做呢？佢哋立即翻去耶路撒冷，兩個地方距離25里路。佢哋翻到去耶路撒冷，將呢一切話俾11個門徒同埋呢聚集嘅人聽。呢一個就係佢哋嘅回應，接觸到主，接觸到復活，接觸到生命啟示同埋真理之後，佢哋就有呢一個回應。中童送俾我呢個故事嘅 postcard， 講明佢哋呢同我同行，就好似主同嗰兩個人同行一樣。耶穌升天之後，人無法親眼呢見到佢。但係邊度呢有人喺嗰度舉行聖餐，邊度有人講解聖經，就好似呢個故事中所講嘅，復活嘅主呢就會喺我哋中間顯現。邊一度有同行嘅人，邊度有接待嘅人，食餐飯嘅人，邊度有呢一啲行出嚟嘅人，嗰度就有復活主啦。當人接觸到復活主，接觸到復活真理生命之後，人會問一個問題：我哋應該點樣行呢？
使徒行傳2章36至41節，繼續上個同前個主日彼得喺街站嘅演講。佢講完耶穌嘅生死復活，講完當時嘅羅馬政權同猶太領袖點樣合法咁、有法治咁去根據法律同律法殺死一個無辜嘅人，上帝之子之後，嗰班聽眾呢被感動啦。感動亦都係一種煽動，唔能夠感動人嘅演講者呢，即係煽動唔到人嘅演講者，唔可以算係一個合格嘅演講者。你哋同唔同意呢？指控人煽動嘅權力唔容許人感動到人，唔容許人招聚到人，唔容許人呼喚到人，唔容許人一齊探索求索生命同埋真理。因為人一旦求索生命同真理呢，就唔會再願意做奴隸，就好似嗰首諷刺嘅歌咁。彼得呢講完道之後，眾人呢都覺得好扎心。使徒行傳話，他們覺得扎心，有啲嘢喺個心裏邊唔舒服。你可以話係良心發現啦，啲人良心未泯啦，又可以係神靈喺心中運行緊。聽眾佢哋扎心，就問我們應當怎樣行？我哋應該點樣做呢？比拉多面對真理，佢話查唔出耶穌有啲乜嘢該死嘅罪，佢有冇扎心呢？我哋只係知道佢金盆洗手，唔關我事啊。但係猶太人呢講一句講得好好嘅，我們沒有殺人的權柄，你才有，你才能合法殺人。國家先至能夠合法殺人，殺人政權一般都係合法殺人嘅。弟兄姊妹，人感到扎心，生而為人，我很抱歉，太宰治明言，面對真理，面對真相，面對真實，又面對我哋自己嘅無能為力，動彈不得，作惡多端，不得不參與喺罪惡結構當中嘅時候，先有呢一個歉疚愧疚之心，先至再有下一步問，我們應當作什麼？我們應當怎樣行？彼得俾聽眾嘅答案係悔改，奉耶穌之名受洗，領受聖靈，咁樣救自己脫離呢一個歪曲背謬嘅世代。教會呢，就係咁樣開始噶啦，唔係由咩大次次咁耀武揚威乜嘢新時代新征程開始嘅。教會係由人嘅扎心，因為面對咗真理，一經對照，知道自己活喺一個無可救藥嘅歪曲背謬嘅世代，繼而悔改開始。人一旦順從咗真理，潔淨咗自己嘅心，就蒙了重生嘅種子，係上帝活潑常存之道。彼得前書1章22至24節。我哋連續幾個主日呢都會提到彼得前書嘅。路加福音嗰兩個同耶穌一齊被釘死喺十字架上嘅大賊，一個話你唔係基督咩？可以救你自己救埋我哋啊！另外一個就話我哋係抵死嘅，係罪有應得嘅，但係呢個人係無辜嘅。耶穌臨死嘅時候都讚呢個人，而且講今日就要同我在樂園裏了，因為呢一個人有公義之心，而公義就係分辨到邊一個係無辜，同埋睇得出自己嘅罪，並且表示歉疚。人人都知道真理係乜嘢，人人都知道冇1/3係唔合理，尤其嗰啲做咗一世樹嘅人啊。但係多數嘅人都係喺罪惡結構當中，能夠真正問我們應當怎樣行嘅有幾多人呢？好似納粹德國嘅時候，大把人無法面對真理真相，強迫扭曲自己。但係嗰個問自己，我應該點樣去回應當下呢一個殘酷嘅真實嘅人，佢就成就咗舒特拉名單嘅故事，而並非只係沉默嘅串謀者。真理不斷咁向人拷問，真理不斷咁審問人，
耶穌同比拉多嘅故事，你以為係法官喺度審問真理咩？呢幾年劇院發生嘅劇情，假髮演員係唔係喺度審問罪犯呢？所有人係所有人都被放喺真理面前受審啊！弟兄姊妹，人冇良知，唔會扎心嘅話呢，有時係更加好嘅。但人一睇到呢一切，或者把心一橫，或者繼續一頭呢栽落去呢一個不義同謀當中，成為串謀者，佢嘅罪就此呢顯明啦。約翰福音9章41節，耶穌直指偽善者：你們若瞎了眼，就沒有罪了。但如今你們說我們還看見，所以你們的罪還在。願人人都尋求上主的國和正義，願榮耀歸上主。香港誠心所願。